迄鸟安那像咧唱歌诶。真诶呢，像即马阮听到的，有一个声是乌鸦的亲情咧叫的声，嘿，就是鸭科的，鸭科因的声拢较大声，嘿，迄种。佮有一个声较幼的，较幼的迄种声，嘿，你详细看伊的头，头安怎？伊头壳顶是毋是尖尖，看起来尖尖，尖，嘿，足特别的哦。嘿，你拄好我穿的衫，即只就是，嘿，哦，甲你的，跟我即只嘛共款，甲你同款呢。对，你嘛是回味啊？我就是冠羽画眉回味。你是金蕉回，你是金蕉回味啊吧？金蕉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去捡物件，互你看。哦，你看，互你摇，这是啥？哦，你讲比赛，嘿，你讲对一字，赛，这动物的赛，对，这动物的赛。我鼻看卖会使，好，你试看卖。无你先鼻好啊？我鼻啊，好，你。我摕只，好，你。无味咧。对啊，其实无啥物味嘛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是食素、食菜的动物放出来屎，所以无味，无臭味。对，会使啊，你要试看卖无？我试看卖啊。好食，赞哦。你嘛食看卖，袂歹。啊，袂记甲你讲啦。食国家公园袂使后白食物件。袂使，对啊，我无食。我就知。